農曆新年假期，大家有冇去到其他地方呢？有一個地方都想建議大家去，就係越南嘅河內。喺呢度有一條火車街，呢條火車街誕生於法國嘅殖民時代。當時為咗將河內同埋其他地方連接起嚟，住宅同埋商店就緊接路軌而建。呢度亦都充滿唔少咖啡店，一邊欣賞火車經過，一邊體驗越南咖啡。要捕捉火車經過嘅時間，一定要上網參考時刻表，或者親自去到火車街睇下佢哋寫嘅時間。總言之，都係一句值得一試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。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Rail Tutor。